这边车里太暗了。我听让你拍东西呢，你快挡住！你看这跟青山绿水的，光线多好。哪好啊？这么重的膜。哎，我操！哎！怎么了？你们看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那个？哎，那个，我操，黑的那个。飞机吧？不是飞机哪儿没有黑色？这是飞碟吧？这绝对不是飞机。慢点，等靠边上再说的。马上等一下，我在主路上呢。赶紧的！哎呀，别催了，马上的。哎呦天，那什么东西啊？哎呀妈呀！快！停车！马上了，快！快停车！到了！马上到！我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？哎呀，赶紧的！快停车！来，快下车！别那么着急，他跑不了。在哪儿呢？帮我拍两。来，什么东西啊？什么呀？哎呦天哪！哎，那门开了，哎，人下来了！哎，你低点，被发现了！快行！哎，天哪，真的下来了！这什么呀？他下来干嘛呢？他好像看见咱们了，好像看见咱们了。